经走了上车了。没有了，欢迎大家赶快回来哈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挥别了上半场的阴霾，现在我们迎向光明的下半场。我一讲光明，根据越来越哎呀，感谢陈哥。我们谢谢甘乐文创的陈哥他们好不好？感谢他给我们这个机会来这边放肆，来，好，我们刚刚有在讨论说要跟观众互动啊，就现在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互动，我们玩游戏好了。你在学校都玩什么游戏？或者说吵得起的时候怎么样？我都是玩萝卜蹲的。你们会玩萝卜蹲吗？会啊。对啊。可是我们的小朋友不会玩到生气。好，讲到小朋友哦，因为在部落嘛教书，那我本身是台东县成功村独立部落的人。那可是我在另外一个部落，也是阿美族的学校教书，三仙台有没有听过？三仙台有无？那海屯的，就那个地方，我在那边给学生教这样，然后什么 A 国那个重点，然后就是上课啊，要教他们一些古调，然后这个。我本来教的歌不是这首歌，我就故意问他们要引起动机嘛。我说：“小朋友有没有听过老人家教你们的阿公麻木？麻木就是阿嬷，阿公麻木教你们的一些歌，有没有分享一下这样？”小朋友哦，没有啊，不会呢。我们会唱罗志祥的这样。看一下别的啦，有没有？不是阿公麻木他们唱的，一定要阿美族的吗？我说对，阿美族的。啊，就有小朋友就说那个我会唱的，他就唱，就隔壁的说，我也会呢，就唱了。就我的天啊，我居然忘记有这首歌了。然后就是听他们唱，然后小朋友就讲说，老师你不会哦？我说没有了，我早就会了，我就看你们有没有唱错。即使自己没有准备这样，后来才知道，对哦，有这首歌。这首歌其实不算是真正的童谣。还有好几段，它是老人家那个比较 A 级娱乐那方面的歌词，然后后面就是最纯粹的一段，在形容小孩子。哎呀，娃娃家好可爱。他其实前面一些很18岁以上的东西，后来是在分享。为什么讲话会一直听到我的 feedback？ 有一首歌哦，你们应该有的人有听过，有的人没听过了，我还是唱一唱，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唱。然后只有6个字，我发现我每次出来表演都讲一样的演讲稿。一耶耶，来念一遍。一耶耶，呜哇哇，呜哇哇。现在是这样子唱哈。一耶耶，呜哇哇，一耶耶，呜哇哇，一耶耶，呜哇哇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哇，这首歌很好记，连那个正在煮咖啡的小姐都小心不要烫到手链。好，这首歌叫我后来自己有编一些词啊，我给它取名叫娃娃，在阿美族里面，娃娃是孩子的意思，这样，只要还没有成年，都是叫孩子。好，这首歌献给大家，会唱的一起唱哈。谢谢大家，娃娃。谢谢。唱完了。孩子，你是阿弥陀佛。当然了，我是啊，好的。
拽古里亚罗艺术，爱自己的部落在哪里？哪里的土里古里亚罗啊，我的家族土里，哪里？咿耶耶呜哇哇，咿耶耶呜哇哇，咿耶耶呜哇哇，可以再慢一点。是哪些菜？乌达鲁克阿布的辛劳，我不要唱歌，这个之后加点巴蒂。你们平常最会做哪些事情呢？无名伏地，阿鲁米工人去抓鱼和马腾西。咿呀咿呀。
上哦。等下乐器停止就换你们唱啊，没有唱的就没有唱啊。5、6、7，唱。 哎，好了，结束了。